通訊方面，如果你撥打電話給任何不在北太極國的人，有機會帶來殺身之禍。曾經和外界接觸是絕不能饒恕。政府對傷亡亦不負任何責任。北太極房地產是根據階級背景分配，核心階級住在首都平壤。外國人認為平壤為國家櫥窗，感覺當地人在街上的全是演員，真人表演生活的演員。你看見的永遠是最好一面。當地人不能主動和外國人有眼神接觸和交談，只要交談超過15分鐘，會被一群便衣圍上，回去再嚴刑拷問，多數最後是死刑。身份低的市民就住近邊界不宜人居的礦場附近。國家間中唯一會對外開放只是首都平壤，市民要去平壤就要辦旅遊證。低階層的人甚難辦到，每個人也有個人檔案在政府收藏在國家安全保護各地辦公室，為免有人改階級紀錄，政府另有一份檔案藏在山中，檔案會不斷更新。政府為了掌握人民行蹤，每個人都有固定的住址和工作崗位，你必須根據這兩項條件才能領到配給。離家出走就領不到糧食，就算拜訪親友過夜，也要向人民班申報，警察會半夜抽查。90年代大饑荒，政府沒有糧食配給，人們才四處流浪摘樹皮食，才開始離家。最後餓死的全是敵對階級，被放棄的賤民，對平壤沒有絲毫影響，更可以借此向人道組織取得更多糧食。最後傳到高層口袋。建國前散居在中國和日本的太極人，戰後被當地太極聯會宣傳回家吧，回來建設新國家的愛國情影響而移民，最後一律有入冇出，後代永遠留在北太極。如果不想子孫受苦，你最好不要有下一代。但墮胎是違法的，那麼老一輩的人為什麼絕口不提真相？內戰前的社會真相、北太極演變過程等，由於所有歷史全來自官方，誰引發戰爭更是禁忌。如果小孩子知道真相，亂說話便全家遭殃，等於引火自焚，低姿態免被注意，所以只好裝作信賴政府。記住，這個國家思想自由是一種死罪，只要孩子真的相信就安全，沉默知道才是明智之舉。裝作愚蠢聽話才最聰明，命更長久。所以這一輩孩子真的全不知情，只會以為生活就是如此。當你想想信息前後不一，充滿謊言時候，你已經危險了。抱怨國家是死罪和抄家，你沒有選擇，逃不出國家，罷免不了領導，不可表達自己看法和抗議，你硬要逃避，以為死了就一了百了。在這裏自殺是一種禁忌行為，自殺不僅會對活着的親友帶來莫大的恥辱，留下來的孩子出生成分會歸納為敵對階級，以後上不了大學，找不到好工作，因為自殺是非常激進的抗議手段，是等於對國家背叛。黨認為自殺就是嘗試逃避黨的控制，如果嘗試這一招的人無法為此付出代價，就必須找出其他人來付出代價。人民為了繼續日子，不要想太多，講太多。你想逃避是不可能，唯一選擇就是脫北。如果你有機會出國公幹，面對花花世界，跑去當地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，你可以逃脫，但出發前必須將配偶和子女留在國內當人質，以確保你能回國和不會亂說話。你要走，他們的餘生都要在勞改營度過。如果你沒有親人，你當然也沒有出國機會。根據北太極所簽的國際協定，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離開任何國家，包括自己國家。但實際上，中國和北太極因戰略利益已擊敗了國際法。北太極人口減少會破壞糧食生產力，削弱甚至顛覆政府。而中國政府雖然簽了國際難民公約，亦不希望貧窮的北太極人大量湧入，令東北三省貧窮惡化。於是將脫北者視為經濟難民，並將他們遣返。被遣送回國的脫北者，
更有些會用鐵絲從這些人的肩膊上的肌肉穿過去，串在一起，這樣他們就跑不掉了。在國內任何階級市民，就算你有多忠黨愛國、護紀錄良好，也無時無刻被人監視。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， 老大哥在盯住你，你一舉一動也被盯住，無處可逃。後來鐵晶日去世，他的兒子成為第3代領導，權力基礎未穩，就不會改變對南太極的政策。他進一步連反越試和試射長程導彈，以軍事行動鞏固自己的威望。到很多年後，直到南太極前女總統下台監禁，新任總統上台後採取和緩立場，兩極關係或許一次會帶來改變。經過一輪或風波後，兩極的局勢急速變化，雙方進行歷史性會談，氣氛好得難以想象。兩位領導牽手互相跨越南北分界線，他們的一小步，可能是兩極和平統一的一大步，感動全球。會談之後，北太極隨即宣布銷毀核試驗場，主動實現太極半島無核化計劃，並馬上更改北太極的時間與南太極看齊，先來一個時間上的統一。神秘的第3代領導主動釋出善意，盡顯幽默和風度的領導人魅力。他並期望北太極會成為一個正常國家，振興經濟。全世界也希望總有一天糧食短缺、破壞人權、軍事挑釁、黑帽計劃從此不再發生，真正能為兩極和平統一，從此國泰民安。第43章非人道劉備母子和6個脫北者被車到中俄之間最東北的雲城市中心警署，全部被膠索帶綁住。下車時，妙音和剛才查到家中有耶穌像那特工在交談。兩人越行越後，他竟然抱住媽媽的腰再慢慢向下掃，媽媽一巴掌打過去，那人面也紅了，掉了一隻牙，再痛罵他。原來妙音打算賄賂該特工，那間房是另一位中國女工，不是我，從袋中掏出1000元人民幣給他，如拿去黑市兌換，數目相當大。妙音說：我屋企仲有好多，你肯去我即刻陪你去。美麗的媽媽對這特工充滿暗示，目的只是迷一迷他，但他失控就給他一巴掌，再罵他：我死咗你咩都冇，咁我益第2個都唔益你。妙音氣向前行，他再倒那個男的會低聲下氣說可以，因為在北太極國曾經和基督教教士接觸或手持聖經者必判死刑，只要那特工沒有如實報道，就得以保存性命。妙音最後用1000元賭贏了他的生命。去到警局中全是政治警察，入去的大都是脫北者，門的上方提住鐵要城語錄，大家以鐵要城思想武裝自己，對抗資本主義誘惑，報效國家。兩母子一起被審問，他問劉備什麼名字，是否在中國出世，爸爸是誰，今年幾歲，媽媽平時做什麼。他說我今年16歲，中國出世，未見過爸爸，媽媽平時在工廠返工。警察奇怪說你有16歲，劉備同齡小孩發育早得多，才9歲已接近5尺5。北太極國民平均身高較南太極國矮2英寸，因為長期缺乏糧食，有1/3人營養不良。在北太極教化所的兒童16、17歲也高不了他很多，因為教化所伙食很差，兒童亦長期營養不良，普遍頭大手腳很瘦，個子矮小。至於他不提父親，是不想節外生枝，他又答不出在當地人的個人檔案，反正冒認北太極人是不可能。除了年齡外，他聽見長官交頭接耳，他好像說要帶他去兒童教化所，這令劉備面色非常黑沉，很不滿意這結果。北太極教化所目的是讓犯人改過，通常非政治犯最終會被釋放，但大前提是你要有命活下去。至於北太極勞改營就多分佈近邊境，入了勞改營就大多數永遠也出不了來，目的就是想隔住你和外界，免得你反政府的思想染污其他民眾。勞改營拘禁約20萬人，以清除可以挑戰鐵要城權威的人、宗教人士、
地主和敵對政治人物，例如嘲笑鐵證日薪高，就是侮辱領袖權威，是最嚴重的叛國罪。通常入得這勞改管理所，大多刑期是終身監禁，有祖父母致子女也會被帶走，以免有污點的血統繼續傳承。配偶之間沒有血緣關係可幸免，但需強制離婚。警察不斷拳打腳踢，廖欽邊說：你共和國公民叛逃往外國，你做過啲咩？有冇見過傳教士？有冇幫人越境偷渡？講媽媽身上所有地方都打遍，像胎兒一樣捐曲。有人拿起木棍，劉備忍無可忍，搶了木棍，一巴掌打在警察面上，結果劉備成了目標，遭連番毒打，最後兩母子被關在籠中，男女分開。其實那特工收了廖欽1000元，已經沒有講出耶穌像的事，否則肯定100%死刑，不用再考問。原來劉備虛報年齡目的就是希望和母親一起關進勞改營，才有望等機會一起逃脫。他不是主犯，本來警察並不打算拷打這小朋友，但劉備為了救媽媽出手是遲早的事。兩母子在等待進入勞改營的臨時監獄住了2星期，期間母親不斷被嚴刑拷問，劉備也好不了那裏。男女分開倉，每天只有出入很短時間，才能見到媽媽一眼。入去前，他本來穿的恤衫被剪領，因為有領恤衫應該是有身份的人穿，囚犯是沒有身份，公民權和政治階級只有一個號碼。他的牢房很小，門也很小，要像狗一樣爬入去，警衛總愛在背後踢你一腳進去。一間房應該關7人左右，卻有20多人，當中又要有士班長。他搜一搜劉備身上有否違禁品，再向外報告。當時每一個人也要雙腿盤坐，手壓在腿下面，臉向鐵閘，頭垂低不能移動和作聲。在零下20-30度的氣溫，好冷。劉備稍有移動就被警察用槍指住處罰，被捉住伸手出鐵閘，被棍子抽打，痛得他把手縮回，於是額外多打幾下，手指甲被打得脫落幾片，再入去盤坐，保持正面不動。蟲子在叮咬時，白白看住被咬得體無完膚。每天有放風10分鐘，姿勢令他腳下腫脹，但已冇時間做運動。囚犯一條直線排排坐，互幫大家捉頭蟲，因為要不斷殺蟲子，每人腳上已有很多黑色蟲卵，非常嗜血。11點關燈，每個犯人頭對住腳睡成一排排，規矩容易是避免交談。牢房細，只可側睡，擠得如沙甸魚罐頭一樣。劉備上了一次廁所回來，已沒空位睡，只能企了一晚，還好只企到5點，就要全體起身清掃牢房和廁所，但廁所沒有水，清潔排泄物要用手直接拿。之後又要回到盤坐幾小時環節，終於吃飯了，有70克的玉米糊和清湯。一日3餐，只有這3餐才有水分，其餘時間就算你快要死，拿杯水也沒有。如果想吃多些，可以用衣服和囚友交換，因為獄中沒有囚衣，20人只有5塊被，沒有電力和暖氣，穿的全是自己衣服，食物或衣服等於選擇餓死或凍死。整個冬天沒水洗澡，就算有這溫度，已不可能。有新囚犯入來時，已被打斷肋骨，無法坐下，吃不下東西，又不得喝水，快死了。囚犯就去脫掉他的衣服，劉備忍不住說：你哋點可以咁樣對病人？那囚犯最後真的死了，換來的回應是：反正他快死，用不着衣服，但生存的還要活下去。天啊，再下去我也會變成他們這樣。這時劉備終於哭了，人性多醜喎，但又真的無可奈何。才9歲的小孩太苦了，跟隨爸爸和媽媽距離可以如此大，一個是天堂，一個是北太極所說的天堂。不，我要堅強，再苦我也要捱過，想辦法救媽媽出去，我一定可以。